我扮演了一个叫郑浩的角色，他就是每场都出现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最幸福和开心的一刻是导演说这条过了，演员休息一下吧，我就从那开始出来拧自己身上的水。我这是最开心的生活，能在这个组活着就是梦一般的生活。目前关注最多的是日本短剧和日本漫才，看喜剧会比较多。最喜欢的视频创作者是流量教主脱口秀，希望大家搜的时候能搜一搜啊！这个人挺厉害的，真的，我经常看他的段子，他传的反而很厉害。都说长得跟我像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着也就那样，比我难看多了。大家去搜一搜。如果讨厌他呢，你就点一个关注，然后羞辱他，对吧？长那样的人，然后如果有个100万粉丝，那不是笑话吗？对吧？所以一定大家多去羞辱他，给他让他成为那个笑话。谢谢大家。